每一天，牧师甲你做伙祈祷。今日是4月30，箴言30章50安尼讲：上帝话逐句拢是过锻炼的，紧若倚靠伊的，伊就做因的盾牌。三甲来祈祷，做阮坚固盾牌的天父，阮感谢你。主啊，你是阮生命的光，活命的水泉。主啊，你是赐阮气力的上帝，你是使阮看顾阮的天父。主啊，求你发出你的光，甲你的真实来引带阮，带阮到你圣殿来敬拜你。主啊，阮就要来到你的施恩宝座前，用懊恼甲感谢做祭来献予你，也要来高举你的名。主啊，阮意爱来找求你，阮较无你的话，羡慕你的教示。主啊，阮要因为你的话来活，因为你的话逐句拢是过锻炼的。紧若倚靠你的，你就要做因的盾牌。祈祷是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。阿们。耶稣听你，赐你平安。